后来继续要来讲消防人员的工作是危险佮辛苦，但是竟然是去互追讨到危险加急这条薪水，有人一届就要交回到22万块。讲这个台中市总共有300外的消防员拄到这种的状况，为什么要甲因追这条钱呢？消防局讲，因为这个人当时去参加着受训，或者是进修，无伫咧第一线来救灾，所以无应该来领这条危险加急。但是有议员认为讲，这消防人员平常时辛苦来救灾，这个进修训练嘛是为着要来工作，即摆煞互追讨着薪水，实在是无公道。消防人员拍拼咧钻水，冒着生命危险伫拍火，有时拄着老雅士，嘛要赶到现场，伫随时有可能伏在环境中一直钻水。不管大小代志，日时也是暗时，只要有意外有灾难，消防人员都要随赶到位，因为工作风险较悬，所以会使领到危险的加金。因过台中的消防局扣向300外消防人员，讨回300万的津贴。有人被收回3万，也有人被收回快将近20万。被讨钱的对象是捌参加过受训，也是进修的人。台中消防局认为讲，因当时无伫第一线救灾，无应该领危险加金，因为受到真正议员认为无合理。只有台中市是有扣除，那非常奇怪，其他县市没有。跟我来投诉的相关人员来做惩处，甚至在讨论要不要记大过。议员嘛，即支讲消防局讨的，敢若伫2014年到2018年这段期间受训的消防队员，是安怎进前甲以后拢免讨。107年12月28，内政部发这个文下来，解释函下来之前呢，108年1月1号就依照那个内政部的函释就开始都有发了啦。保训会做了决定书，认为我们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所做的决定是没有违误。消防局强调讲，当时受训的消防队员不是无危险加急，而是并不是伫第一线救灾才会调降因的等级，并且要求这人将这差额退回，绝对符合规定。